Baby Monster 三位主唱嘅高音，Ayun、Remy、Rora 有咩唔同？首先Ayun強壓感，聲音向前衝，聲音有重量，情緒爆發感強，尤其 live 有啲爆發位，你甚至會覺得耳仔好似被撞一下。Ayun主體會比較偏拳型，但係有啲高音爆發位，你又會突然感覺到刀型嘅鋒利感，把聲會比較尖。跟住到 Remy 尖銳感，壓縮感強，聲音有鋒利感，情緒穿透力高，有啲高音位你會覺得把聲突然刺入耳仔，呢種感覺會更加偏刀型。第三 Rora 空氣流動感，情緒擴散，聲音會慢慢包住你。Atmosphere 感強，有時未到最高音，情緒已經滲入耳仔，呢種就係風型。Baby Monster 三位唔同類型，唔同攻擊感，有人撞過嚟，有人刺入嚟，有人慢慢包住你，你最容易被邊一型拉入？